你有冇曾經聽過一啲名咧，叫做招娣啊、來娣啊、大金啊、大銀啊，或者咧係姓藍啊等等咧？呢啲名咧，可能喺而家呢個年代咧唔係咁流行，但係喺以前嘅嗰個年代咧，其實呢啲名咧都係啲好常見嘅名嚟㗎。你以為咧呢啲名只係反映出一種老一輩嘅重男輕女咩？但係其實咧，喺心理學嘅角度上面，呢啲名背後往往咧都掩蓋住一種幾殘酷嘅心理現象，我哋咧稱之為一啲功能性嘅剝削。當一個人嘅細佬妹可能仲未出世之前咧，佢嘅價值咧已經被定義為一個工具，而唔係咧一個人嘅存在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心理學家吳子嫣 Natalie。前面提到咧改名咧，可能已經係一種嘅功能性嘅剝削，但係點解會用剝削呢個字呢？因為咧喺家族嘅系統裏面，其實咧每個人都應該有佢自己獨立嘅位置㗎。但係咧，可能當你個名叫做大娣嘅時候，你嘅存在意義咧，可能只係為咗引領一個男仔嘅出現。咁即係話呢個改名嘅背後話俾你知，你並唔係呢個家庭嘅主角，你可能咧純粹係一個配角，又或者係一個引子啫。嗱，呢種改名嘅方式咧，其實係傳遞咗一種強烈嘅心理暗示俾個細路仔知道，話緊俾佢知咧，你本身係唔夠好嘅，你嘅出現咧可能只係為咗咧滿足另外一個嘅家族願望。大個之後咧，呢啲細路仔往往咧會發展出一種討好型嘅人格。因為咧，佢哋會覺得由細到大，潛意識裡面咧都覺得只要係有功能咧，人哋先至會對自己好啦，先至會錫自己，又或者咧自己先至會值得被愛。咁所以咧，佢哋亦都慢慢發展出一種咧好難拒絕別人嘅習慣。喺我嘅經驗裏面咧，我見過好多唔同類型一啲特別嘅名稱嘅人啦。就算咧佢哋大個改咗名啦，結咗婚之後，嗰份咧工具嘅感覺，其實有時咧都係揮之不去嘅。佢哋有時會習慣性咁樣咧犧牲自己啦，覺得自己係多餘啦咁。但係咧，喺今日好想提醒大家，你嘅生命唔應該係人哋嘅續集，亦都唔應該咧係一個預告片嘅片頭。你唔係大娣或者咧係大金大銀，你就係你。你嘅價值咧其實係唔需要建立喺咧屋企嘅功能之上嘅。嗱，如果你或者你身邊嘅人都曾經因為家庭嘅預設而活得好攰嘅話咧，請你記得觀察就係改變嘅開始。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嘅話咧，記得訂閱我嘅 channel， 一齊解開原生家庭嘅枷鎖。記住，你係生命嘅目的，而唔係家族嘅工具箱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